我係鐵冠園10年親真姐，呢套房喺成新加坡嘅業主一日都冇嚟住過，收留到而家。當時買100幾萬啊，而家只要62萬8可以買啲家私過嚟住就得啦。呢度客廳，呢邊係餐廳，2梯4戶啊，而家係12樓啊。呢度入戶獨門獨戶，廚房嘅呢度2、3個人做飯都冇問題。成新加坡冇入試過，廚房仲大一個3個人睇，可以噴洗衣機，食飯嘅呢度食通透咯，都有窗戶咯啊，4個房嗬，2個洗手間啊，公用洗手間，房間全部在呢度，中間樓上12樓，然後對到小區2年景觀，住到啱啱正正啊，呢個係主人房，帶到一個洗手間後間係啦，主人房有大有上嘅，好上呢邊可以做個羽毛間啊，2個飄窗非常對流嗬，成新加坡冇入住過，而家總價只需要62萬8，呢套房係10年吞3期演海啊，南區咯，南區小區好大嗬，出去旁邊就係綠豆啊嗰啲嗬，生活非常方便，而家售價只需要62萬8可以拎包攞落嚟，有興趣值得喐我關注我10年吞真姐，拜拜。